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5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伫今日中昼12:03的时阵，伫花莲外海发生规模6.2的地震，有饭店态度落落来击着下卡的车，这玉山摇土石绑来击着游客。用行明仔载要过来乘半马路，按算今年已经是成4届。对买厝贷款1000万的人来讲，等于是加纳1个月贷款费用。有一个缅甸华侨李国辉放火烧死狗的人，经过4届审判拢判死刑，落尾经3审该判无期徒刑。伫今日中昼12:03的时阵，伫花莲外海发生规模6.2的地震，全台湾拢有感觉到。气象局的地震测报中心分析讲，这地震原因是逆冲型的地质破裂，这能量是向东西向地的失控，冲击到中部地区。按算第3天内，有关会有规模4以上的地震尾。受到这地震影响，伫花莲市区着饭店的态度落落来击着下卡轿车，也那伫玉山有一个沙石仔放落来去击着爬山民众。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的人员是无用在替山友检查受伤的所在，受到中昼地震的影响，山区的石头落落来牵着人，有人是头，有人是手受伤。有4名登山客于玉山主峰风口附近遭落石击伤。本处马上携带药品前往救援。台中这位嘛受到地震的影响，因讲中心第一时间是确认号志和电力拢正常，全线的车伫月台暂停2分钟，后壁速度限制40公里，确定拢无损害了后才恢复正常。在晋阳附近的花莲市区一间饭店，是发生态度落落来意外，佫牵着一台车的玻璃，好在无人受伤。地震很大吗？地震超大的，是赶快跑出来了，超恐怖！震动很大，车子都在动。啊，东西有掉下来吗？有啊。气象局的地震测报中心表示讲，这个发生伫花莲外海规模6.2的地震，全台拢有感觉，嘛是当地32天以来第一个超过规模6的地震。晋阳是咧帮地交接破除的所在，冲到边的地质壁器造成地震，方向和中部感受较明显。它是一个逆冲的破裂哈，两边白色的就是挤压啊，挤压之后破裂的方向。那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方向就朝这个方向。因为这边的地震很少，所以我们对它的了解并不是很清楚。不过我这个从它的位置和深度来看，可能跟外海这边的一些逆断层有关系。它是不是一个前震，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今年以来，台湾已经发生12摆规模6以上的地震，这比年平均达到2.8摆是悬真多。学者嘛提醒，最近东部的断层是靠在震动，民众要注意防灾。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看到民众上届有牵连的，就是钱的问题咯。这美国联准会宣布升息2码，咱台湾的央行今仔日也宣布利率要搁再调升半码，对12月16，也就是明仔载要开始施行。这届调落去已经是今年第4届升半码咯。那准以这买厝贷款1000万的人来讲呢，等于是一年落来就要加人1个月贷款费用。考虑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降低，明年可能会降到2%以下。加上明年全球景气放慢，恐惊影响国内出口甲投资的动能。中央银行15摆时召开理监事会，决定起利息半码，调悬政策利率0.125个百分点。我们的政策利率，我们的紧缩的力道呢，稍微跟上一次呢比较起来是温和的。另外，中央银行认为讲，即卖防疫措施甲边境放零。民间的社会可能提悬，不过全球经济动能大幅度放慢，会压制台湾出口成长。加上厂商对未来景气看法保守，民间投资动能会愈慢，所以预估明年经济成长率降做2.53%。我们的下修我们的经济成长率，那这个经济成长率下修的时候呢，我们的底面呢会要有助降低国内的通膨压力。中央银行起利息半码，嘛是今年以来第4届起利息。一般民众买厝贷款的利率会超过2%。若以贷款1000万分30年纳，本金利息平均册来算，起利息进前1个月还33000外，起利息了后1个月爱还36000外，等于每个月爱加纳3000外，一年都要加纳36000外，安尼就等于是加纳1个月贷款。然后中贴现率、担保放款用通利率、甲短期用通利率嘛是拢起半码，而且为今年12月16开始实施。记者综合报道。万项物件拢起价，即马双北家人的计停车费用也确定要起价咯。这台北市的公共运输处审议通过，本地是70块开始跳，即马要改做85块。停车等车顶的时间也缩短到1分钟跳5块，对明年4月初1开始就要实行。
民众照顺序排队上车，落雨计程车的生意特别好。听到明年4月开始车钱要起，乘客大部分会使接受。现在整个都涨了，你说它不涨也不行啊，对不对？应该是合理啦。台湾算便宜的，计程车价格算便宜的，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台北市公共运输处审议通过的计程车调价方案，起跳价由即卖的70块调整为85块，延迟时间计算基准为停单80秒收5块，调整为停单60秒就开始收费。其他的运价项目维持无变。原先计程车工会提出的版本是起跳价要调到100块。审理委员考虑到消费者的权益，嘛参考其他县市，确定起跳的价小是85块。加减补一下而已啦，车子维修那个都成本都增加很多了。哎呀，涨多了没人做，不是一样？对不对？你涨价的时候，你涨多的话，是不是很多人就不做了？对。那又回到那疫情之前，有什么好的？委员审议的时候，他们同时也会了解其他县市今年度就是他们调整的状况。公文处表示，针对原先工会也阁提出大水雨风台加50块的方案，考虑风台天，希望减少民众出外，阁加万一上百家人无同步停班课，可能会产生消费纠纷，所以无采纳。记者综合报道。旧历过年你要到啊，外界也拢真关心，讲这小三通当时会当恢复通行呢？立委陈玉珍认为，政府应该伫咧明年元旦进行着决定。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表示，敢要来开放，会伫咧旧历过年进行着答案。然后立委会是表示讲，尽量伫过年进行着宣布。指挥官王必胜12时才金门小三通准备进行，各界关心小三通什么时阵复航。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进前去厦门操商小三通，行政长苏贞昌是烦恼，若做重开对华人会来台湾抢药啊，会造成防疫漏洞。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是讲，是不是开放春节前就有答案？陆委会呢，已经在积极的进行评估当中。是，我相信会在不久的未来。请问是多久？因为我在几个月前就听到不久的未来了。春节很多台商也要回来。跟委员报告，绝对不会拖过春节。绝对不会拖过春节。好，就重要的节日启动客运航班是可能的做法，但目前尚未定案。评估确认后，会适时来公布小三通客运的时间和内容。过年前来努力，都是朝这个方向跟目标来努力。陈玉珍认为，农历春节一寡台商返来台湾需要提早订票安排行程，督促政府明年1月7以前都应该爱公告。不过疫情指挥官王必胜是讲，为防疫角度来看，目前真歹评估中国的疫情，离岛防疫量能也真歹判断，小三通应该谨慎考虑。我们知道这个离岛，包括金门跟马祖，它都只有1家医院。而且它的量能都非常的有限。那如果说在中转的过程中产生这个大量的有症状者或发烧者，这个量其实不用很大，那就已经超出他们的这个能够承受的范围。那这对离岛的医疗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冲击。行政长苏贞昌是讲，春节金马地区民众回乡，政府会尽量予因协助。疫情大发生的时阵是台湾上警觉，头一个对武汉来班机实施定期检疫，即马嘛爱同款警觉，注意中国疫情发展甲变化。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届旧历过年的这连续假期有10天，真侪民众拢想要出国。这品保协会也公布明年第一季出国的团费，要互大家做参考。其中台湾人上爱去日本去上济，甲疫情比起来呢，是差不多去3、4成。也若讲到东南亚要去2成。哦，日本是什么日期吗？电话是一直卡入来，拢在问国外旅游，疫情等好，国门解封，明年过年还有10天才长，民众拢想要出国。是我明年就已经要出国了，就是看好了啦。您自己有想去哪里吗？澳捷。出国的人大多数拢是选日本、韩国的自由行，不过过年的团体旅游，真侪人选澳洲。各个航空公司的航线都陆陆续续复苏很多，所以在过年那一波呢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欧洲的部分几乎都已经销售到90%以上，那日本的部分也有80%以上的销售。品保协会嘛公布明年的第一季全球各地区旅游团费的参考介绍。
当咱后的团会和疫情进前同期来比是起2成，日本团起3成到4成，甚至北海道过年团爱18万。纽西兰和澳洲嘛起2成2到2成5，韩国团是因为机位真济，岗位是悬的和低拢有。澳洲团虽然起，但是因为代表优势拄好拍平。由于解封旅游的禁令过于突然所以日本在人力还没有及时到位的情况下，出现了 CIQ 的问题，也就是地勤检疫跟保安。嘛，因为要出国的人真济，办护照的需求增加，一堆人拢走去外交补办，24工作日，全国的收件是超过11000外件，平均爱等2点半钟到3点半钟，高峰期甚至爱等到4点钟。嘛，互外交部是提醒民众，办护照会当去户政事务所用一站的服务来送件，换护照的民众会当委托旅行社，较免伫遐等几步。记者综合报道。公里前伫中和，甲人说厝落尾个放火烧死9个人的缅甸华侨李国辉，对1审开始咧到台北高等法院的经2审，这4届审判都是共判死刑。是要到今仔日经3审的时阵，却改判伊无期徒刑，而且是褫夺公权终身。原判决撤销，李国辉杀人，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缅甸华侨李国辉2017年11月伫新北中和税厝的所在放火，造成9个人死亡。15经3审宣判撤销死刑判决，改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原审认为被告具有放火的确定故意及杀人的不确定故意。实际上，被告是基于放火烧死有人陈某的直接故意而产生未遂的结果，对其他被害人则是间接杀人故意。回顾这件案件，是李国辉讲会听到有诶无诶，认为死等的朋友等人会利用面册群组，用无线播放声音一直甲笑，所以真侪改搬厝。伊甲姓吴的朋友做伙说厝了后，讲也是会听到侮辱的声音，认为是厝边挑故意，气甲毋知要安怎，所以才伫当年11月2日放火。如果说他杀了9条人命，都还能够让他再来这个社会的话，那这个社会就要乱掉。按过15经3审撤销死刑判决，因为李国辉长期使用安非他命已经达到中重度身心障碍程度。因为听到有诶无诶，也阁想要放火，这个理由是想要保护死等的朋友未遂，若是对其他被害人是间接杀人故意。他在购买汽油之后，还会慎防避出，也知道要躲避追查，都不足以认定被告在行为时有精神丧失或精神耗弱的情形，就不构成刑法第19条第1项或第2项的减刑事由。经3审认为，依照公民甲政治权利公约，犯情节最重大之罪，才会当判处死刑。以本人来看，无符合情节最严重之罪，改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检察官、被告拢会使上诉。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今仔日通过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以及着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修正草案，新增加国安犯罪、乌金证据毒品的重大犯罪、贿选加重罪重刑4大类型的犯罪者是袂当参选的。国民党是表示支持，也宣布要修这政党法，扩大党职人员也爱排除恶道。社会要求排除黑金、枪毒等人进入公领域。政府伫选举了后，快速推撒排污条款，灌贴扫毒乌金，避免境外势力介入选举。行政院会15确定通过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也甲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修正草案，限制4类人袂使参选，包括国安犯罪、乌金程度重大犯罪、贿选甲重罪重刑。你犯组织犯罪或者制造、运输、贩售毒品、枪炮及洗钱的，那犯这些罪，那经有罪判决确定，那这些都不能登记参选。内政部表示，这个修法排除乌金程度，也就是犯下国安3法重罪重刑的参选资格。其中，若做有贿选前科，经过判刑确定，公款袂使参选。党内提名参选人，若做有收营长期有贿选，政党爱连坐处分，相当罚500万。草案送立法院了后，一定后一个会期完成修法，并2024年总统大选适用。对这代志，国民党表示赞同，搁加度修政党法，扩大党职人员嘛爱排污。有关政党法的部分，我们也希望能够加码，能够加进排黑的条款。那希望国民党全力支持，那希望民进党也全力支持，让他尽快通过3读。纳入政党，我们也支持；
国民党这么多党部主委都涉赌、涉黑，甚至有杀警前科，我认为他们打假球的机会比较高。目前政党法的备案规定，敢若针对政党负责人，无包含党籍还是党员。另外，行政院研究这个修法的过程，要比例过动可能违反宪法的记录。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表示，现行法已经就特定职务设定消极资格规范，这个修法符合比例原则，也就是符合民众期待。若是党纪是毋是应该当作规范，需要搁较侪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地震前对防疫是真严格，而且要要求完全清零，造成真侪民众呢伫咧各大地头夹这白纸抗议，造成这白纸运动。就一个住伫意大利的中国画家，伊伫推特顶头号名做李老师，毋是林老师，替中国抗争者传达正确的即真正画面还有信息。对11月底以来，伊的文章已经去红看13亿届，这地区去影响到中国政府进前所发布的防疫新10条措施，包括无症状甲轻症感染者会当伫咧处理隔离，也会当减少做这核酸检测的频率。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中国北京民众摕白纸甲手机伫街路抗议，抗争的起因都是乌鲁木齐的大火，因为中国严格封控，造成真侪人死亡，包括北京、上海这的各城市居民发起白纸运动抗议。民主法治，表达自由。一个住伫意大利的中国30岁画家，以李老师的名伫 Twitter 用李老师毋是林老师的笑话，为中国抗争者传递真实画面甲消息。为11月底以来，伊的文章已经互人看过13亿届。这个账号的话，它现在其实是已经成为了一种，就是说中国人追求言论自由的一种象征。白纸运动发生了后，也必须中国最近发布防疫新10条措施，包括无症头甲轻症感染者会当进行居家隔离，同时减少核酸检测的次数，禁止长时间封锁等。除特殊场所外，不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证明，不查验健康码和行程码。中国官方态度大转弯，有专家分析，未来可能会有大规模感染，民众是开始抢买发烧等感冒药啊，各大药局、货架等已经封扫了。中国解封无过清零，竟然无超前部署。英国媒体警告，旧历年期间，中国大规模人丁惊大，疫后疫情会更加严重。国家长辈疫苗注射率无悬，今年当季中国死亡人口恐惊会超过8万人。记者综合报道。负债清产有冤亲，并在路边无人认。今年经过英吉利海峡非法偷渡去到英国的人数就44000人，煞直接发生在冰船以外。14半暝啊，过一阵偷渡客坐桶啊，出伫海中冰船，31个人救起来，4个人死亡。内政大臣布瑞佛曼当讲就伫咧国会表示，会立法禁止偷渡者伫英国受到庇护。这消息一出来啊，引起在野工党甲联合国难民署的关注。12透早3点，伫肯特郡甲法国中央海峡作业的这只英国渔船，看到客满偷渡客的充气船，海水真大，海水真冰，船阁强强要沉去，顶悬的人大声喊救命。船长紧急甲船开到现场，船员合作，甲其中31个人游上船顶。不过过程煞有4个人不幸落落海死亡。渡过一劫的这偷渡客，讲这船闯过英吉利海峡的航程，每一个人的代价是5000英镑。今年以来，非法偷渡英国的人数达到44000人。冰船煞予水都市的事故，阁是一届搁一届一直发生。这件4个人死亡的渡海意外发生了后，内政大臣布瑞弗曼伊伫国会议场里表示，这件不幸事故甲去年11月27死亡的船难，真清楚的提醒英国需要赶紧摧毁人口贩的操作方式。保守党政府也透过立法禁止偷渡客伫英国寻求庇护。Crossing the Channel in unseaworthy vessels is a lethally dangerous endeavour. It is for this reason, above all, that we are working so hard to destroy the business model of the people smugglers, evil, organised criminals who treat human beings as cargo.
首相苏纳克13伫国会议场指出，新法的内容要确保非法入境的人会互人拘留，佫会真紧互人送去安全国家进行庇护申请，也是遣送回国。未来因入境英国移民，也是申请公民的权利，原来会同齐互人否决。消息一日出来，引起在野工党甲联合国难民署正式的关心。联合国难民署指出，新法违反国际法当中英国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新北市长当选人高虹安涉嫌诈领立委助理费的风波，要求助理要甲加班费交出来做公积金，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今日高虹安也有前助理李中庭、国会办公室主任陈焕宇、助理王旭文等人以被告身份互检调过来问话，检方也派人去敲台北新竹甲高虹安的国会办公室，甚至这4个人住的所在，检方也让派人去敲。这检方按算伫暗时会甲这4个人移送北检复审。大哥小心哦，后面有那跑道，小心，给他撞到。无按车头面对镜头拢无讲话，高虹安国会办公室主任陈焕宇15早起伫立法院出现，随后检调带走，前往北基站询问。新北市长当选人高虹安选前卷入诈领助理费风波，去互人逼空要求助理交加班费做公积金，用伫私人用途。调查局北基站报请台北地检署分他治案指挥侦办，高虹安等人牵涉到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罪、刑法伪造文书等罪。检调分组真济路展开侦查行动，以被告团高虹安、前助理李中庭、国会办公室主任陈焕宇，也甲互人封锁呆呆13岁助理王玉文。所在地点包括台北新竹国会办公室，也有4个人住的所在等8位。检调进程已经询问前办公室行政主任黄玲慧、副主任陈玉凯2个人，也拢列做被告。本党团都一切尊重司法调查的整个独立性跟整个检调的一个职权。那我想，其实这个我们也要秉持这个侦查不公开的一个原则，我们就静待司法来去还原最后的事实。检方预定暗时甲高虹安、李中庭、陈焕宇、王玉文移送北检复审。根据地方制度法的规定，若做高虹安25就任了后，伫市长任内，互人判决有罪，安尼会防停职。记者综合报道。桃园警方和刑事局抓到2名嫌犯，因专工去找这个经济弱势民众，伫因睡厝的地点做这诈骗的机房。另外，伫新北市有一个查甫人，伊向中和警方报案，讲进前要找头路，会去互骗去，而且佫互掠起来。伊逃走出来了后，煞伫台北南港的一间饭店碰到嫌犯。警方接到通报了后，随派人去掠人，也掠到4个嫌犯，救出3个受害者。警察巡逻，甲姓詹的嫌犯抓落来，因为乌托邦头前载的是合作数位式移动智慧设备，简称 DMT。警方顺线追查，12月初6伫桃园查到诈骗集团转接的机房。根据警方的追查，有2个诈骗集团的成员，甲 DMT 安伫经济弱势民众遗组的套房内底，要闪过警方的追查，也拿集团设伫外国的话务机房，透过网络传登来这个设备。互接到电话民众就是讲，这通电话是国内卡来的。他会把它转成国内电话的门号码发射出去，所以就不会有国码正886来产生。如果不是用这个设备，一般国人就能分辨这是从境外拨入的电话。刑事局表示，诈骗集团真接换坑 DMT 的所在，无了解情形的民众嘛无设置变作是共犯。今年到达已经查到10个机房，抓到13个人，受害者差不多有50个人。也若伫新北市有一个查甫人向中和警方报案，因为伊顶个月底去因头路，想要到煞拄到诈骗，互关起来。逃走出来了后，搁伫台北南港的一间旅馆去拄到嫌犯，伊烦恼搁有人去互骗去，所以就去报案。会同辖区南港分局，在14日凌晨4时许在南港区3重路一处旅馆内进行攻坚，那成功逮获李姓等4名的犯嫌，并且救出3名正遭受控制的被害人。根据高检署的统计，为今年6月开始，已经执行7届查缉专案，拢总查到诈骗集团765件，比去年同期成长73.07%。针对骗民众去外国做电信诈欺、涉及人口买卖案件，已经侦办413件，被告人数有855个人，被害者有764个人。因若行政院会15嘛通过组织犯罪防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增加意图使他人出国犯罪，
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组织罪，会当判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可新台票2000万以下罚金，会送立法院进一步审议。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会对台湾发出支持的声音，共和党众议员贝肯表示，伊无认同这战略含糊的概念，而且建议美国要用对台独立国家的方式来对待台湾。另外，美菲高峰会伫华府举行，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会全力投入这非洲的未来。这个举动背出是要救活这美国甲非洲之间的关系。美国国会持续对台湾发出支持的声音，共和党众议员贝肯针对后一届国会对台湾的政策提出伊的看法，伊无认同美国战略模糊的概念，也个建议美国以对台独立国家的方式来对待台湾。I don't believe in strategic ambiguity. I just don't think we need to announce it. It would be my point. So we need to be speaking with our actions and treat Taiwan more lik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贝肯是众议院台湾连线的成员，伊嘛讲到强化主动是支持台湾民主，甲避免台海战争上界重要的工课。美国应该协助训练台湾的军队，包括对台军售，增加伫台湾甲区域的部署等等。也若伫美中竞争的国际架构之下，经过8年举办的美菲高峰会伫华府举行，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会全力投入非洲的未来，暗示甲中国拼场。Our people lie at the heart of the deep and profound connection that forever binds Af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因为美国在非洲地区的确是疏忽经营一阵子，那现在在做的话就是亡羊补牢，但还要看他政策兑现的能力。比如说，他说3年要提供500亿美金，在怎么样的方面啊，包括能源啦、环境保护啦，其他地方投入的资金，能不能像他所这个承诺的？学者嘛进一步指出，最近这几年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受到执政党的轮替变较无稳定，所以美国需要持续提出具体行动，才有可能得到非洲国家的信任。拜登敢会当透过美菲峰会来增加美国伫非洲的影响力，也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公布上新的基本体能多元训练项目，会加入美军和国内体适能的测验。最近真侪民众也关心讲，这做兵的时间敢会搁再延长。国防部表示，目前还搁伫咧讨论，若准的结果会随来公开。双手出力，甲身体挺调着，互身体成做一条直线。这个平板挺体嘛是即马国军测验的项目。为着要互这个国军提升战力，国防部公布上届新的基本体能多元训练项目。除了讲依持原本的体能测验项目，参考美军还有国内体适能测验，结合运动科学，伫个心肺耐力、肌肉力，还有肌耐力、柔软度这4个项目来提供多元的测验选项。多元现象的概念哦，那主要是来自于美国陆军哦，它的一个这个整体健康促进计划哦，它里面强调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战力3要素哦，就是强调军人应该要多元运动，然后这个充分睡眠跟均衡饮食，那来提升我们军人的整体的健康，然后进而增加我们的整体的作战能力哦。除了提升国军的体能，兵役是毋是要来延长，嘛互各界真关心。国防部长邱国正伫个初7，伫立法院备询的时阵表示讲，期待会当伫个12月底进前来公布。不过总统府伫个进前表示讲，还佫含下部会咧演议，安尼互人认为讲法煞无一致。对这件代志，国防部讲，因为牵涉的层面真宽，暂时还佫无进一步的说明。它里面涉及到的因素其实非常多，不管是我们防卫作战的需求，我们国际战略情势跟区域安全情势的一个变化，本身役男的权益等等这些都列在这个整个考量里面。那么目前啊，对于说到底什么时候公布它的期程是什么，详细的内容我没有更多的这个详细的说明可以提供。对民进党立委参选人王宜龙提出国土防卫部队的政见，国防部表示讲，讨论国防政策是民主社会的常态，尊重个别的意见，不过未有评论。记者综合报道。过年特别到啊，咱做伙来关心这社会弱势。桃园有一间食品银行，除了会当配送有实际需要的物件以外，佮再针对桃园市内重症罕见疾病这个患者的家庭，提供特殊的物资箱，甚至是营养品。
货架顶逐项有门市内底有民众伫经生活用品，不过这个所在不是超市，是一间食物银行。因为我们本身是那个低收入户家庭，就是有让我们有一些白米啊，然后一些面条啊、瓶罐罐之类可以减轻负担这样子。对，还有小朋友尿布也是蛮凶的，每个月拢差不多1号伊就寄过来啊。对你的生活有帮助无？是无通啊讲完全讲，逐个月拢安尼用啊有够啥，迄是加减讲贴一个安尼啦。由民间慈善协会负责营运的北区食物银行，特别针对桃园辖区内重症罕见病患者家庭，提供特别物资箱，补给高单价也是特殊疾病用的营养品。专案书箱，那针对一些重症或罕见疾病的孩子或是年长者，我们可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高蛋白的营养补充品。消费局表示，安家食物银行无定期接受民间企业、团体也是个人捐送的物资用品，真青的蔬菜水果、营养品这物资，由社工评估，长期物资需求，也加家户年龄、健康状况，也加人口数，以个人无共减费增箱，嘛结合物流提供送到厝。还会搭配我们的所谓的像食物代券，或者是爱心餐食券，那或者是一些我们的习食的一些生鲜食材来提供服务。今年到目前为止，桃园南北区食物总行甲分行拢总服务900户弱势家庭，28780人。未来原来会开物资车侵入庄卡，伫咧领也是发放物资的时阵，发现潜在弱势户，预防生活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大陆区国家公园内面的大同大理部落，这山顶有20外户民众，到当时无电也无信号。这几年，这观光客是愈来愈多，山难也增加。考虑到救灾的需要 ，NCC 也伫咧专攻山顶咧设一个用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基地带。大陆区的组织举手机啊，伫大陆区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平地，打电话予山顶大同部落、甲大理部落的亲情。这是因期待50年真重大的建设，若有通信，就会当解决山区真侪无方便的所在。山上目前是23户，那实际上住在那边的大概16到17户，那山上还有更多的一个游客哈。便利真的很多，因为我们山上有什么事情，跟山下也有什么事情。两边都可以互相联络。山区的救援嘛，更加会当掌握资讯，对消防救援人员来讲是一个好消息。没有电，没有通信，到了里面以后，它可能就是所有的电话都不通了。那造成说游客到里面报案求救的过程当中，就会浪费很多的人力。不过，要伫无电的山区，这基地台是真无简单，都要利用风电甲太阳能小刷发电，是真适合伫国家公园的山区使用。应该是第一座哈，利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哈做出来的一个基地台啊，我想对于这个整个族人的一个通讯哈，还有他们的生活品质啊，以及说这个来旅游的人哈，他的安全哈，都可以得到很大的一个注意。NCC 强调讲，因为行政院的开放山林计划 ，NCC 嘛伫各地登山的热点设基地台，用来防灾甲救灾。其他山区的部落，若是有通信的需求，嘛会做伙来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公共粪扫桶，民众常常唔知讲要安怎分类，还有一寡人规气就甲咧粪扫撇伫顶悬。着民间团体甲新北市政府合作，重新设计粪扫桶，希望引导民众用正确方式来甲这个粪扫分类。清晰的设计粪扫分类资讯写甲真详细，这是民间团体推出的新型粪扫桶，望减少民众粪扫分类错误。表面做处处，也避免民众凊彩甲粪扫撇咧粪扫桶头顶。过去新北欢乐亚太城期间，计共有要4万公斤的粪扫，今年伫市府内底放2卡这款粪扫桶，试看卖成效如何？它该怎么去放？其实有时候会困扰民众。你要让民众能够浅显易懂。我们其实做到了资讯跟很多指引的设计，去帮助民众可以很明快的找到它对应的垃圾桶。民众会来到垃圾桶前，他可能会先稍微看一下说，哦，这是什么垃圾桶，长得有点特别。那进一步他会去好好的找说，哦，那我手上可能有一整包的午餐的便当，那我可以更进一步的怎么样去把它再做细部的分类。
根据民间团体的统计，伫咧做回收的时，有4成外的民众认为粪扫桶的标示无清楚，地数唔知安怎分类。经过测验，发现这款粪扫桶会使提高民众正确分类的比率，为26%增加到53%。斜面设计会帮助民众没有办法这么做，而去把垃圾再用细部的分类。那很多副店家也很高兴看到说，哇，终于有厨余分出来了，因为过往其实厨余不知道怎么丢，照随同一起丢到一般垃圾。这款粪扫桶因为是特别定制，成本要5万到10万，平一般的公共粪扫桶5000到6000是贵真济。民间团体表示，未来若产量提高，也是做简单的重新设计，拢会使降低成本。记者郭文长随新北报道。咱台湾过去的水果有8成拢是销对中国去。加上这几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而且中国三不五时就禁止台湾产品，农委会即马也积极调整这出口的比例。亲像最近台南南化的枣啊，直直要大出咯。农委会也讲会协助因销到日本去，不过讲到这低温检疫，却是上界大的挑战。一粒板甜佮青脆的蜜枣，底伫咧盒内底，准备要过检水外销去日本，若佮加上空运的成本，一粒挺好伫日本卖甲大票2000块。台南是全台湾蜜枣的第3大产地，为着要稳定产销，提升农民的收益，南华农会特别选出上适合的品种，透过中英协作外销日本。不过大城爱解决的是14天，维持冰伫咧1.2度的低温检疫。大概在10几年前，我们就有外销到大陆，那当然它没有那个冷藏检疫的这个问题。那我们未来的方向可能就是在加拿大啦，或者是在日本。农委会指出，过去咱冷冻水果外销，收过依赖中国市场，冇过外销比例达到8成。但是这几年疫情，佮加上因禁止进口因素，已经存不到2%。目前要紧的是爱紧拍开其他的外销市场。不过台南市嘛讲，要让水果外销有成长，冷链设备是上重要。在田间采回来的水果，它已经温度比较高，你一定要降温降它的田间热，田间热它保鲜，它的保存的期限会延长，而且新鲜度会更好。当日本已经是咱新鲜水果的上大外销国，占到5成。农会表示，会伫明年第一季的时，增加日本版的农产产销利率，继续顾稳日本市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骑马照顾马，也是种福建的方式。来看台南市社会局找马场合作，互新兴中介者来骑马，希望透过这甲动物互动，互因心理更较稳定，增加因的自信，也会当消透照顾者的压力。规定马出现伫台南市府的广场，实在是真醒目。原来这是社会局安排的活动，互新兴中介者会当试看卖骑马。虽然有人脚甲手控制袂好，要上马会惊惊。不过，经过饲马，佮有替马仔来撸毛，有一寡相处了后，新兴中介者会使伫工作人员的协助之下，成功来上马。跟动物的互动，它可以渐进式的，让他们去刷刷毛、摸摸马，然后再来喂他们吃红萝卜，然后再来让它体验上马。对长期的研究来看，骑马也会使真做一款福建的治疗。尤其心理有障碍的人，虽然唔敢和普通人斗阵，不过煞会使和动物互动，心情也会对咧较轻松甲稳定。到尾啊，加上马，这也替因加添自信。自闭症，或是说脑麻的孩子，他们其实在跟人的互动上，相对而言是比较困难的。可是他们在跟动物的接触上，其实是非常自在的。台南市府即届邀请6个单位50位新兴中介者来体验骑马。设计无同的活动，互因体验，就是希望因会使稳定情绪，互照顾者也会使较轻松。记者综合报道。一路过关斩将拍出万定位的摩洛哥，互外界当作是这届世界杯骹球赛乌马。虽然是输去啊，不过所有球员拢跪伫涂骹感谢球迷。不过这正失望的摩洛哥球迷呢，却伫咧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家路顶头伫遐乱，就要去互警方掠走。也讲到这踢入去冠军赛，法国呢，因的总统马克宏是专工飞到卡达要替球队加油，希望有机会搁再摕到世界冠军。
差不多100个卡球迷，其中有人摕摩洛哥国旗。14暗时伫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甲警方发生冲突，有人向警方弹物件，也有人放火烧掉粪扫甲纸箱啊。警方是喷水，也有用催泪瓦斯反制。另外一位是看到有人互人逮捕。摩洛哥4强战0-2输予法国，所来也是有季军战要比，是对战顶一届亚军的克罗埃西亚。I was very proud of our team. Of course, I am a little bit disappointed with this loss against France. 摩洛哥以世界杯史上头一支晋级4强的阿拉伯国家队伍出现，互人俄罗斯这届世界卡球赛上届大的乌马，阿拉伯世界也感觉真公平。国家摩洛哥也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有更较侪政治加民族情绪。这场比赛，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沙烏地阿拉伯，也有埃及、黎巴嫩、阿尔及利亚这阿拉伯世界球迷，也拢做伙伫看比赛。虽然输球互人失望，不过原来已经创下历史。أحس هذا الشيء راح يشجع إن شاء الله المنتخبات العربية إنها في النسخ القادمة إن شاء الله بإذن الله. رائع وكفاية إنهم وصلوا المربع الذهبي، ما فيش أي دولة عربية ولا أفريقية وصلت للمرحلة دي، وهذه أحلى ديديكاس للشعب المغربي. 伫巴黎球迷看到法国得到胜利，确实真痛。不过法国尼斯也出现上过欢喜的球迷，甲警方发生冲突。法国总统马克宏伫2个比赛时阵特别去卡达看比赛。Super heureux, c'était un match sublime. 有超级明星姆巴佩的法国晋级到冠军战。会甲队长梅西所带阿根廷最后对战。世界杯卡球赛顶一届连续2届，由同一个国家摕到冠军的是60年前，由巴西伫1958年加1962年摕到。法国要挑战这个卫冕纪录，阿根廷是要拼摕到队史上第3座大力神杯。公司新闻黄韵玲编译。唔知观众朋友敢听过一句话叫做"人插花因插草，人破衣因破狗"，这代表讲这是对这文化有无共款的所在。真侪人即马拢把这宠物当作是厝内面的亲人，袂输是囝儿逝世共款。伫美国就一间餐厅卖菜色是有鱼摇肉，甚至有菜色果子。不过这唔是要互人食的哦，是专工是为着狗仔设计。甲写营业中的牌仔向外口。这间伫美国芝加哥的餐厅开始因新的一天，吧台顶悬摆各种的好料理，牛肉、鸡肉、猪肉、鱼仔、菜色果子，逐项都有。不过这毋是要互人食的，是替狗仔准备的。This is something different. This is something new, and we didn't find anyone who was making food fresh in a kitchen and portioning, customizing. Right here in a location based on what you tell us about your dog. 这间宠物餐厅发现讲，真侪主人真爱这宠物盘，不过佫唔知影爱传偌济物件互因食，可能看到狗仔目睭天甲大蕊，就佫甲因饲东饲西，结果有50%以上的狗仔体重拢超过标准，所以因特别针对狗仔的身体状况来替因设计食食的计划。We have theoretical values based on the weight and the activity of the dog. So that you don't overfeed your dog or you underfeed your dog. 不过有当时啊，因嘛听到无共款的意见，亲像有人讲狗仔哪着食遐尔好，甚至讲狗仔食甲比人佫较好，这种质疑的声音。All dogs are bred to be your best friend. They just want to do everything with you, and we want to do everything with them. People treat their animals like family, and that's important to us. 因希望人类上届始终的朋友，会当得到像亲人共款的对待，关心因食食的惯势。甲身体健康，减少宠物盘的辛苦白听，嘛当陪主人搁较久长的时间。公司新闻，陈文英编译。北非阿尔及利亚生态公园最近传出一件好消息，就是园区内面的这个狮宝生4只已经伫野外绝种的非洲白狮，看起来真高水，咱做伙来看卖。这亲像乌蝇仔同款白色的狮仔囝，毋若是软收收真高水，伫全球搁真罕咧看。هذه c'est une rareté. هذه c'est une rareté. هذه c'est les yeux bleus. 这种真係珍貴嘅，就發生喺北非嘅阿爾及利亞嘅莫斯塔蘭公園，2隻非洲嘅母獅仔是生7隻獅仔囝，是4隻白色嘅和3隻咖啡色嘅。和公園是一個啊真活力，獸醫華西尼講，這個獅仔囝嘅品種已經得要絕種，正正喺野外就已經看袂到。Alhamdoulilah, donc c'est une première en Algérie et au monde. Ça c'est plus tard on va essayer de faire
هاد l'espèce pour ne pas la perdre. Donc la sauvegarde de l'espèce هذه.莫斯塔兰公园对2017年6月开放以来，总共有15只三亚囝是顺利出生，其中有6只是白鳃，另外还有其他的物种，像巴巴利马鹿、耳仔狐和白色的面加达虎、非洲的金龙等等，拢成功生后代。这个园区即马毋但有真多元的物种，各互民众会当真活来看动物，希望互因感觉好耍，佮有教育性。公司新闻单文应编译。所以观众朋友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天气。讲到明仔载暗时开始咧，这寒流就来到位哦。这北台湾地区呢，温度上低会达到春6度尔尔。中南部也有东部的低温大概是8度到10度。然后讲到水汽方面呢，这基隆北海岸也有大台北地区较厚落雨，中部以北也有东部嘛会落阵雨，而且全台湾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呢，有可能会落雪，甚至出现车路结冰的状况。讲到这天气开始伫咧变寒，大领的这叶仔就要赶紧提出来抹。未来3天气象变化，咱做伙来详细看。基隆到新竹对16度到20度，苗栗到云林对17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17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2度到20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